大家好啊，我係史坦。今日同雷舅去一間福田新開嘅水會啊。新開得喺福田區嘅水會呢，一定要裝修好少少啊。如果唔係嘅話，都會俾人哋比下去嘅。技師啊，就更加唔可以求其啦，係咪？唔係新開揾鬼去咩？啱唔啱啊？今次呢間呢，就叫做海岸時代啊。想睇多啲史坦同雷舅去多啲唔同水會按摩嘅話呢，就快啲訂閱我哋啦。今年15萬訂閱靠大家。嗱，歸住啊，先望望個更衣室淋浴間啊。始終係新派嘅牆咧，新派設計就新派風格嘅，黑白灰嘅主色咧就係舊型格噶啦。淋浴室啲設備都有講究嘅，膠科技嚟嘅。不過咧，成個浴間嘅整體就唔係太大嘅。好啦，沖完涼出去咧，做翻個靚大堂先。工號幾號？工號202。002？嗯，看不出來哦，那麼小啊。這工號還小。真的，平常去哪？去哪兒玩？海邊。海邊。海灘。對啊。泳裝，你穿泳裝肯定很好看。是嗎？對。你穿也好看。我穿比基尼的。啊，真的啊？真的。能看看嗎？你跟我去海灘，我穿給你看呢。那我出完了。今年多大？我06年的，想摘一下眼鏡。好吧。最近比較頭疼。是嗎？對。可以好好按一下。怎麼辦？是命運讓我看到你。是嗎？我遇見了你，怎麼辦？那可以多找找我。可以多來看看我。一起無聊日你就上班嗎？上啊，我是9點的班。早上9點。晚上幾點下班？上班。上班。對。這麼晚？我有一個要求。什麼？你捂我的耳朵。真的嗎？真的，2隻手一起扭。來。我錯了，我不知道別的，我就只找你就好了。笑到成隻狗咁款，梗係啦，又嚟到我最強項嘅時間啊，唱歌啊！KTV 房咧就8點前就免費用嘅，之後咧就會有個一次性費用5嚿水。本身送啤酒1打嘅，如果唔夠嘅話咧就買1送1。唱 K 唔飲啤酒嘅兄弟，呢度有選擇啦，有大酒 set 嘅，幾錢嗰啲嘢咧？詳情嚟到問經理就得噶啦。好好地點解會有張按摩椅咧？足浴 K 啊嘛，你冇聽過咩嚇？足浴再加唱 K，咪呢個咪正宗足浴 K 啦。呢度有樣嘢好，唱下 K 咧，如果覺得攰嘅話咧，可以嗌大堂啲技師啊過嚟幫你按下摩嘅，哇，正係咪？咁耐未到嘅我嗰個。如果你一個人嚟啊，好悶啊，唱 K 冇人同你合唱的話咧，呢度有專業女歌手咧可以同你合唱嘅，唱足2個鐘就完全冇難度嘅。如果有興趣想認識下專業女歌手的話咧，就問問經理點安排啦。呢度咧就冇一個正式嘅餐飲區嘅，水吧咧就會出晒所有嘢噶啦，有需要嘅時候咧就叫員工幫你就得噶啦。我個餐蛋麵嚟啦，耶！請問點啊，大佬？呢度最出名嘅並唔係餐蛋麵，係佢嘅招牌重慶小麵。係喎，點解你碗嘢唔同啲嘅？係啊，重慶啲特色嚟嘅，佢有啲肉碎啦、米菜啦，咁做個肉醬，咁打落去，咁配埋啲麵落去，咁又辣又香又鹹又正。點解會呢度有啲特別嘢食嘅喂？記得話係我介紹。咩啊？招牌重慶小麵。招牌重慶小麵。好啦。雷舅介紹。咁但係你點解你唔幫我嗌埋咧？人參狗牛羊酒啊，朗心口咩話？唔係咩呂洞賓咩好人參埋嗌士鬼蛋啦。你知道有重慶小麵食呢嘅，幫我嗌多份啊嘛，係咩？而家嗌咗嚟唔食又浪費啊！中意食水果嘅，好似雷舅呢啲嘅，要留意啊！呢邊咧係冇雪櫃嘅，所以咧全部都係即叫即切。咁變相如果你想上嚟嘅時候，想食下水果，你就直接叫吧頭切俾你就得㗎啦。呢個重慶小麵咧就要加20蚊人民幣先有嘅。如果對辣嘢有興趣，就叫嚟試下啦。好啦，食完啦，入房做正經嘢啦 ，Let's go。妹妹，
幾號？我是4個9。4個9。對。哇，好兆頭啊！哪裡人？啊？哪裡人？我是四川的。哦，好一個辣妹子。那有沒有打遊戲機？我很少打遊戲。那平常愛做什麼？平常喜歡聽歌、睡覺。聽歌。哪個歌手喜歡？周杰倫。哎呦，不錯。你也喜歡？馬馬虎虎，但是人家說我唱歌很像他。哇，真的嗎？不騙你。什麼時候能聽到你美妙的歌聲？等一下帶你去唱 KTV。那你想唱？好的。這家店開了多久啊？這家店可能應該沒有半年吧。新開的。新開的。對。香港人多不多啊？一半一半吧。還行。那你放假可不可以約出去玩？約我出去玩，看我有沒有空哦。你什麼時候放假？看心情。看心情？對，看心情。不要動。我來了。不要動。我來了。不要動。我來了。不要動。我是3個0。000。對，我是上早班。早班。對。那有沒有打王者？有。但是我很菜。沒關係。哥哥帶你飛。好，哥哥帶我去。什麼位置？打射手。我是打那個安吉拉。安吉拉，中路。對。找了一條路很適合你。不是中路，不是上路，也不是下路。是阿姨是得路。還有這個說法？有。第一次聽說。當然，為你，因為你。點讚，給你點個讚。來吧。哥哥很會哦。我帶你去那條路吧。可以，走。來。你很受力嗎？受得了。確定嗎？確定。好，那我用力了啊。等一下。你不是說很受力嗎？等一下。你不是說很受力嗎？3個0，等一下。哥哥舒服嗎？舒服。真的舒服嗎？確定舒服。確定嗎？確定。確定嗎？嗱，香薰推油 SPA 咧，如果你係點升級啊紅牌技師咧，就599人仔嘅；普通嘅技師咧就569人仔啦。而家就做緊同行優惠嘅，如果2個人咧都係做香薰推油 SPA 咧，就大單就減50；3個人咧就減100；4個人就減150，如此類推嘅。我可不可以有一個要求？用你的手彈我的臉。可以。來吧，大力啲，大力點，受得了，我不怕你們，有本事衝過來，來。而史登咧幫大家拗咗啲着數啊，額外嘢嚟嘅。嗱，睇咗呢條片呢，如果大家想去試下呢間新水會的話呢，打車過去啊，打車的話呢，你可以有上限 claim 到呢20蚊人民幣嘅。另外啦，世界盃啦嘛，世界盃期間呢，如果上去睇波正桑的話呢，你就可以加20蚊人仔呢，就 upgrade 去呢個啤酒花生任砌套餐嘅，咁就盡情睇波啊，無限暢飲啦變咗。好啦，又到史丹評分嘅環節啦。嗱，新派新裝咧真係冇得輸嘅。喺福田嚟講咧，真係要做到咁咧，先有得競爭下嘅。96分啦。餐飲咧係基本簡餐水吧嗰啲啦。技師咧就92分嘅。Novendados 西班牙文嚟嘅 Novendados。海岸時代水會點去呢？福田站1號出口，步行5至8分鐘咧就會見到卓越大廈噶啦。嗰度有間中國農業銀行嘅。小路直入上2樓咧就會見到噶啦，有興趣嘅就聯絡咗客服預約咗先，嗱拎晒啲優惠過去咧，咁就最平最抵啦。嗱，都睇到呢度啦，麻煩大家訂一個啦，你哋嘅訂閱支持，我哋就繼續出片去行下唔同嘅水會按摩噶啦，多謝晒你，下條片見。